大家好，歡迎回到頻道。想象一下，串流大戰啱啱出現一個超級大轉折 ，Netflix 呢位追劇之王，竟然要以827億美元嘅企業價值收購華納兄弟探索公司 Warner Bros Discovery 嘅影視製作同埋串流媒體業務。冇錯 ，HBO、DC 漫畫、哈利波特、權力遊戲，全部都要歸到同一個屋檐下啦。呢到底係串流黃金時代嘅終結，定係更大格局嘅開始？今日我哋就嚟深入剖析呢啲超級併購對全球娛樂產業嘅意義，從成本控制嘅算盤到原創創意嘅危機。如果你愛睇電影、追劇，或者只係好奇你嘅 Netflix 月費會不會再漲，記得先按個讚。我哋馬上開始。好，先嚟鋪陳一下背景。串流產業呢幾年簡直好似坐雲霄飛車。2010年代初期係破壞者時代 ，Netflix 用每月幾百塊嘅訂閱費，直接把有線電視打得落花流水，會員數從幾百萬暴增到幾億。接住2019到2023年，進入擴張與分化階段。Disney 加 Apple TV 加 Amazon Prime Video 紛紛殺進嚟，大家瘋狂燒錢搶用戶，高預算劇集滿天飛，用戶同時訂好幾個平台，疊得好似鬆餅咁樣。但係現在呢，我哋已經進入第三階段，整合與集中。訂閱成長大幅放緩。2025年全球串流會員年成長率只係剩10到15%，再亦唔係以前動輒30到50%嘅火箭速度。為什麼？市場已經飽和，價格一直漲，好多人開始權衡。我真係有睇咁多媽好似 Netflix 咁樣嘅平台，用戶流失率上升，訂一訂退一退，因為月費動作500、600塊，真係開始有負擔啦。再加上內容成本暴增。一集頂級劇集可能要花2000到3000萬美元，但係觀看時數卻冇跟上，簡直就辦咗一場派對。結果一半客人提早離場。就喺呢個節骨眼，2025年12月5日爆出呢粒震撼彈 ，Netflix 要收購華納兄弟探索公司嘅核心娛樂資產製片廠 HBO、DC， 仲有超龐大嘅片庫。企業價值827億美元，股權價值720億美元。佢哋會先把 CNN、Discovery 頻道等新聞同埋體育業務拆分成獨立公司，以避開監管。但劇情仲未結束，派拉蒙 Paramount 後來居上，12月8日提出1084億美元嘅敵意收購，價格更高。華納董事會話要仔細審查，呢場交易仲充滿變數。可能要12到18個月先至能夠完成，期間美國、歐盟等反壟斷單位都會嚴格審查。如果談崩 ，Netflix 得付58億美元天價分手費，超級刺激對不對？咁 Netflix 為什麼要喺呢個時間點出手？我哋嚟拆解佢嘅戰略邏輯。第一 ，IP 就黃道智慧，財產權先至係長期競爭力嘅核心。咁想睇，花大錢拍全新原創劇，風險超高。搞不好第一季完咗就冇，但如果手握哈利波特、蝙蝠俠呢種經典 IP， 直接自帶流量。收購華納之後 ，Netflix 一口氣攞到好萊塢最豐富嘅 IP 庫之一，權力遊戲、生活大爆炸，成個 DC 宇宙可以直接上架，拍續集、衍生劇，甚至打造宇宙化運營。第二，垂直整合，狠狠省成本。Netflix以前都係外包給獨立製片公司，必須分人家利潤。現在有咗自家製片廠，未來拍片就能夠自產自銷，省掉中間抽成。Netflix 官方預估第3年就能夠每年省緊20到30億美元，相當於內容支出10到15%。第三，規模對抗競爭對手。迪士尼有 Disney 加 Hulu、ESPN 加嘅鐵三角，亞馬遜有 Prime Video， 派拉蒙有 Paramount 加。單打獨鬥越嚟越難。收購之後 ，Netflix 內容庫暴增，品牌亦都更豐富 HBO 嘅高端氣質，咁啱補上 Netflix 嘅大眾路線。合併後，全球會員數約4.3億，佔全球串流市場30到35%。但呢對整個產業意味住什麼？後續效應可以大咗。首先，市場集中化更加劇贏家通食。中小平台生存空間被壓縮，獨立製作公司會被邊緣化。過去 Netflix、亞馬遜仲會同獨立公司簽約，現喺大平台都傾向內製為主，外包為輔。獨立公司訂單變少，談判籌碼變弱，好多可能被收購或倒閉。電影院呢，本來就已經好慘，
呢下更雪上加霜。Netflix 雖然可能會讓某啲大片先上院線炒話題，但係優先仲係盡快上串流平台鎖住訂閱。傳統電影院恐怕會失去更多大製作，轉而依賴特效大片或者本土電影。訂閱價格呢，內容庫變強大後 ，Netflix 好可能再調漲高級方案，可能到每月20到25美元，約港幣155到195。基礎方案維持親民價，但喺印度、東南亞、東歐呢啲價格敏感市場，漲價就可能加速用戶流失。真係行鋼索，內容多或許能提高流傳，但係價格高又會趕跑人。我哋再拉遠啲睇全球格局，美國呢邊係大併購路線，但係中國完全係另一條路。中國市場由本土平台主導，騰訊視頻滲透率約1.1億戶，愛奇藝1.027億戶，嗶哩嗶哩則係年輕人最愛，沒有收購好萊塢製片廠嘅戲碼，反而係橫向整合，把影音、音樂、遊戲、文學串成一個大生態圈。為什麼差咁多？中國有嚴格嘅政策導向監管，內容要符合正能量、政治敏感、色情、暴力都受限，所以中國平台必須喺商業與合規之間揾平衡。內容策略更偏本土化，古裝劇、懸疑劇等。美國講求創意自由、全球擴張，中國則係政策優先、亞洲為主。呢啲併購會不會讓全球市場更分化，定係逼大家各自適應？好啦，講到呢度，我哋得認真傾下更深層嘅危機。呢場併購表面上睇好熱鬧，但係其實暴露咗資本邏輯壓過創意嘅問題。表面上超級吸睛，827億美元天價，經典 IP。好萊塢5大製片廠之一被併，但係背後呢，訂閱成長停滯，內容投資報酬率下降。大併購嘅真正目的其實係降成本，而唔係做出更好嘅內容。Netflix 併購華納嘅本質係將內容全面推向 IP 資產化。以往影視產業依賴好創意與高品質製作，逐步累積觀眾口碑並實現商業成功。如今則係直接從成熟 IP 出發，快速改編，拉高訂閱黏住度，同時壓低製作與行銷成本。喺新邏輯之下，原創性退讓，決策從導演編劇嘅藝術判斷變成數據同演算法嘅推薦判斷。內容不再係文化作品，而係流傳工具。注意力經濟嘅現實更殘酷。雖然 Netflix 賺錢越嚟越多，但係觀眾總觀看時數卻冇比例增長。為什麼新對手太強啦？抖音、YouTube Shorts、Twitch、B 站直播即時回饋，用戶自製內容，強社交，低承諾成本，一滑就停不落嚟。相較之下，長篇劇集、電影要你專注45分鐘到2小時，喺注意力碎片化嘅時代越嚟越吃力。仲有個吊詭現象，2015年前一集賺500萬到1000萬美元，就能夠帶嚟會員暴增、好評、獎項。現在一集2000萬到3000萬美元，卻成長放緩，評價兩極，攞獎更難。為什麼邊際效應遞減？同質化競爭，內容爆炸，觀眾疲勞，大家從追劇變成瀏覽。喺呢種背景之下， Netflix 併購其實係想靠 IP 庫存降低創意風險同埋投資浪費，而唔係真正提升品質。更讓人心痛嘅係，經典正喺度消亡。以前嘅權力遊戲前幾季、紙牌屋前幾季能成為全球共同嘅文化記憶，現在嘅 Netflix 原創劇多半熱1個月就過氣，3個月後就被新內容掩蓋，好難喺文化史上留低痕跡。因為當內容被優化成短期訂閱轉換工具，就失去咗深度與反思空間，而呢啲正係經典嘅必要條件。最後，我哋嚟睇睇未來可能走向。樂觀情景 ，Netflix 順利整合，省下大筆成本，靠 IP 優化策略提高流傳，成為真正嘅全球娛樂霸主，股價大漲。中性情景，監管要求部分資產出售或行為承諾，整合成本超支，市場份額增加，但係利潤冇明顯提升。悲觀情景，派拉蒙搶走華納，整合文化衝突，導致品質下滑，甚至引發價格戰，全產業利潤被壓低。但係不管結果如何，產業根本問題逃脫不掉：一、訂閱模式碰到天花板；二、原創意被成本優化擠壓；三、年輕人注意力被短影音搶走；四、地緣政治與監管越嚟越介入。對創作者嚟講，導演、編劇、製作人高成本，製作風險更高，
翻拍改編成主流，演算法主導決策，獨立公司生存更難。我哋真係需要新出路，廣告串流、單片計費、混合模式或長短內容融合。講咗好多，呢種併購唔只係商業交易，而係正在重塑我哋消費故事嘅方式。你覺得咁樣對娛樂產業係好事，定係壟斷噩夢？歡迎喺下方留言話俾我聽。如果鍾意呢集，記得訂閱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別錯過下一支深度解釋。覺得不錯嘅話，亦都分享給同樣愛追劇嘅朋友吧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支影片見。